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約翰霍蘭德喺《生死溝通》呢本書入面，用咗20年嘅通靈經驗同無數嘅真實故事去證明一件事：愛永遠都唔會死。當肉身不在時，生命確實會繼續存在。我哋愛嘅人去咗彼岸，一個充滿光同愛嘅地方，佢哋守護住我哋，而愛從未間斷。約翰寫呢本書嘅目的係想俾失去親人嘅人一份安慰同一份希望。佢想話俾大家知道，我哋愛嘅人並冇消失，只係換咗一個形式存在。我哋可以透過打開自己嘅心靈，繼續同佢哋保持聯繫。喺生死溝通呢場旅程，我哋探索咗靈魂真相。人係帶住身體嚟到世間嘅靈魂，靈界嘅面貌，一個充滿光同愛嘅真正家園。死亡本質，一個終極過渡，亦係一次重生。哀傷療愈，由哀悼到相信，慢慢行出嚟。實踐溝通，點樣搭建橋樑同彼岸聯繫。內在開發，每個人都有嘅天賦，認識氣場以及脈輪。感人故事，跨越生死，穿越時空嘅真實案例。繼續生活，哀傷過後嘅重生。死亡如同脫下一件身體嘅沉重外衣，而我哋嘅愛卻從生到死，穿越時空，無所不在。